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是以赛亚书23章1到18节，在第13章开始一直到23章，是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预言他要审判列国的信息。而在这个信息的对象呢，是在对犹大的国王和人民说话，目的是要让他们透过这些预言的内容，不要让他们停留在眼前的这些势力、财力、能力，甚至用结盟的方式去对抗他们当时最大的敌人亚述。上帝要他们是回转向上帝，因为上帝才是掌管历史的主，他也才能够拯救他们。而今天说到的这个地方呢，是腓尼基的泰尔。泰尔呢，在和合本里面呢叫做推罗，那它原文的意思是磐石或是石头的意思。而这个城市也如同它的这个名字原来的意思，在当时呢前后大概非常久的时间，有许多国家或是有许多的敌人要来攻击他们，不过都没有办法攻下。所以他们的名字呢，就是如同他们的防御力一样非常强大。而在当时这个亚述兴起的时候，有许多国家他们就结盟要来对抗亚述，但是这个地方呢，他们是没有跟人家结盟，因为他们已经跟钱结盟了。泰尔在当时呢是地中海一个很重要的商业据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交通要道，它更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作物的或是商品的一个转运站。所以在今天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不是他自己的这个城市的败落败亡而已，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城市因着他被他拖累，或者是互相拖累，因为泰尔就是靠着这些贸易使他变得很有钱。不过有钱呢，也成为了他被上帝来审判的一个原因之一。为什么？因为有钱之后，人心容易骄傲。而在这边呢，第9节特别提醒到说，特别提到说，这是上主万军的统帅所计划的，他要终止他们肆无忌惮的傲慢，要使骄傲的人变为谦卑。原来上帝的计划是透过这件事情，透过这个审判，让他们经历到他们是要谦卑下来的。为什么要谦卑呢？其实上帝在这个审判的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应许跟赐福，在后面的经文有讲到。70年过后，17节的地方，上主要让泰尔恢复商业上的交易，世界许多国家要向他租用船只。第18节说，他要把经商的盈余奉献给上主，泰尔不再私藏金钱，要把钱送给敬拜上主的人，使他们丰衣足食。他们好像不是像犹大是上帝特别拣选的民族，不过很特别，在这里看到上帝的心意是要拯救每一个人，不仅是这些被拣选的犹太人，即使是外邦人，被看为外邦人，上帝也对他们有应许。而这里的应许是看到一个未来的景象，变为谦卑之后的目的是要让他们再次经历到丰收这个丰衣足食的生活，甚至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条件将他们的盈余奉献给上帝，而且可以让他们来供应这些敬拜上帝的人，让他们丰衣足食。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景象，因为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后来信主，甚至他后来能够成为教会很好的帮助，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求神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有钱没有钱不论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上帝要帮助我们。但是当我们有钱的时候，上帝也要使用我们所得的这些条件跟资源，是要成为施恩赐福的管道，而不是成为自私自利或是骄傲的一个原因。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谢谢你，你爱我们，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主啊，也透过今天的信息，再次的来提醒我们，主，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由你而来。主啊，当我们拥有这些美好的资源的时候，主，你要我们做的事是要容神一人，是要我们谦卑敬畏你。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工作的一天开始，学习的一天开始，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
用你的话成为我们的提醒跟帮助，叫我们成为自己的帮助，也成为祝福人的管道。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